蘇少棠師承武狀元陳錦堂，秉承一日為師，終身為師意念，執行弟子之禮，對師傅盡心侍奉。蘇少棠對恩師盡忠準義，為後人所重讚。喺20、30年代，蘇少棠與粵劇埋下不懈之緣。上一代家長一般都認為唔窮都唔學戲嘅講法，無父母點反對，蘇少棠都堅持己見，終真誠所賜，獲父母支持，由此展開咗佢學藝之路。原比蘇少棠獲武狀元陳錦堂垂青，既師承武狀元陳錦堂嘅徒兒，蘇少棠唔敢怠慢，每日積極練功，尤其苦練北派嘅基本功。呢段苦練日子確實相當辛苦，唔怪得戲德中人話：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30年代有志投身梨園界嘅學子都要執弟子之禮，師傅食飯做弟子嘅要企住服侍師傅盛飯，師傅上台演出做弟子嘅要服侍師傅，除戲服、勒頭、着戲服等等。有緣可以與蘇少棠喺溫哥華有過一面之緣。D 年，堂哥由西雅圖到嚟溫哥華睇戲，喺院內座位內與堂哥寒揩一番。對現時新一代學戲，堂哥咁講：新一代學戲嘅後輩雖然仍有好多唔啱嘅地方，但一定要俾時間新一代漸進式學習。其實現新一代學粵戲嘅人喺心態上同佢哋上一代學戲嘅人有好大嘅分別，就以前拜師學藝係諗住以粵劇表演作為終身職業，每日練功，每日表曲，心無旁騖。而佢哋今日嘅成就係靠昔日啲滴滴累積落嚟。現新一代，尤其係香港，一切以金錢掛帥，個個都急功近利，唔肯吃苦。呢情況之下，好難培養出似佢哋上一代咁可以駕馭舞台嘅超級老五。蘇少棠於30年代末投身梨園界，之後一直扶搖直上，快手登上小生之位，更加喺師傅陳錦堂嘅提攜之下，順利成為獨當一面嘅文武生。喺50年代，蘇少棠幾喺多個大型劇團擔任第2男主角嘅小生位，由1956年至1962年期間呢，成為咗多劍輝、白雪仙旗下仙少，由1956年至1962年，成為咗多劍輝、白雪仙旗下仙少嘅主要演員之一。最為人所津津樂道嘅係喺電影《紅梅白雪賀新春》喺戲中反串女豪嘅戲份，嬌柔靚，令觀眾印象猶新。50年代，蘇少棠喺粵劇界好吃香，成為各班劇團招聘嘅文武生。蘇少棠樣少靚仔，好多女擁躉、女戲迷睇佢演出。後生時代嘅蘇少棠好有異性緣。當年呢一位炙手可熱嘅小生，曾風靡萬千女戲迷，印證確實係一位風流小生。蘇少棠原名蘇錦堂，出名文武生，恩師是陳錦堂，遂以蘇少棠為藝名，輩分都即名伶薛覺先嘅徒孫。約30年代末投身梨園學戲，50年曾喺李榮華、仙鳳鳴、大龍鳳等多個劇團擔任小生。佢曾與名旦鳳凰女組織過唐王劇團同鳳求鳳劇團多正印文武生。佢又浸住喺錦天花、新馬、仙鳳鳴等劇團多小生角色。20世紀70年代，佢同羅艷卿組成艷堂王劇團前往美國演出，深受翻華僑觀眾嘅歡迎。而家美國西雅圖市定居，經營錦堂海鮮酒家，代表作品苦海親情、富貴花開鳳凰台、紅梅白雪賀新春、紫記金大嫂。戲德中人能夠把握黃金時期發光立令，固然可喜，可以善用儲未雨綢繆，為未來預鋪後路更為上算。後生時代靚仔顛倒中彈嘅粵劇文武生蘇少棠，早年移居美國西雅圖，經營食肆御駕車，業務已經上咗軌道。幾年嚟，佢仍與業內保持聯繫，鼓動熱腸，出錢出力支持粵劇發展，不遺餘力。
原名蘇錦堂嘅蘇少棠，出身於有產業，老豆喺西關經營餅店，一心想仔繼承其產業。但蘇少棠自幼以醉心曲藝，經常到戲班睇戲，精誠所至，拜到陳錦堂為師。10餘幾歲嗰陣，以學徒身份是一哥陳嘅別號學藝。若話佢真正獲受真傳，定係經過3、4年後斟茶擔心台嘅工作做方得符浪。蘇少棠憶述當年學藝歷程：晨朝早山忙日出練關目，以矛槍頂丹田對得氣。明白到觀眾要求伶人嘅唱功做手唔過裝扮行頭低，要闖出名堂就唔可忽視其一。講到行頭，堂哥可算係當年數一數二最肯留本扮身嘅紅伶。劍輝對佢戲服都加以讚賞，常問係邊處手工。對袍夾頭冠嘅訂造，佢的確有設計挨眼瞓。堂哥尊師重道。講到師徒情志在關懷與尊重，佢對亡師陳錦堂嘅教誨永記心田。佢最欣賞師傅戲寶金標王天霸，每演此劇佢全力以赴，更加為此而苦練身手。喺班拍《仙鳳鳴》期間呢，佢同多伯波前輩係亦師亦師，合作愉快。堂哥喺內人緣甚佳，少惹是非，就係盡鬧招得眾多能言泥痴、意沾醜聞，佢都輕笑帶過慳得解釋，免越描越黑。年前師母一嫂喺港病重，堂哥再忙都抽空返港探，噓寒問暖竭准弟子本職，直至師母臨終，佢協力治理，身後事責不容吵。蘇少棠與龍貫入埋為師徒，喺新一輩伶人當中，堂哥認同阿旭龍嘅本名嘅努力好學值得扶持，對佢唱做同儀容加以提啲，樂於提攜後輩。堂哥話要事業成功，必要俾心機米，戲得如係，飲食業都如係。佢作為食店老闆，即使唔使親身下廚監工，但要知水識食，睇啱飲食潮流係。外國堂餐廳競爭激烈，佢錦堂海鮮酒家企得穩腳，口碑不俗絕對唔簡單。中國人重視湯水與口感，喺選質用料烹調廚藝最為講。店內嘅老火湯、風沙雞與帶子時蔬等均係熱門推介，偶然仍有團體針佢復出。堂哥坦言都寄養想一展身手，但只考慮義演籌款或者特定題目嘅表演。對粵劇藝術佢仍未忘情，天涯比身喺海外仍關心粵劇發展，鐵準心。而再次要拎提到另一位出名嘅粵劇大家多劍輝，曾與蘇少棠一齊出演《可憐女》。多劍輝喺粵劇圈內德高望重，佢之所以有戲迷角嘅稱號，就係在於佢喺粵劇中成日做女文武生嘅角色，即係反秋。多劍輝反秋嘅文武生，被形容為仔靚仔，迷倒咗好多戲迷，包女戲迷，米多劍輝就成為咗眾人心目中理想角，故此有咗戲迷角嘅稱號。1913年，多劍輝出世喺廣東南海西坎佛鎮，家境唔係好，但仲講得過去。佢姨母係個頗負盛名嘅粵劇演員，藝名為小叫日，對佢影響好大，令佢好早就習得粵劇嘅一啲聲腔氣韻。佢讀完小學之後，不如跟隨姨母專門學習粵劇。到嗰陣，佢都差唔多決定呢一世可能就要走粵劇表演呢條路。既然係此後嘅衣食來源，就零舍準心淡學起身。多劍輝係有唱戲錢嘅，佢聲寬厚明亮，婉轉嘅時候婉轉如春水正流，高亢嘅時候又高亢到感沉淚垂落，聽音就可以變到奇人。佢又身材瘦長，腰桿墊不甩，闊肩細腰，天生嘅件衫架，戲服向佢身上一掛，就現出別樣嘅風流。佢長相秀雅，尤其骨相清俊，呢係好多女演員冇嘅，一對眼沉靜而散射住野星嘅寒光，呢都令佢有一種異於佢人嘅獨特神采。所以
佢第一次着上戲袍嘅時候，姨母就連連讚嘆，唔由睇左右睇，伸出手指公，樂話佢一定紅盡一片日麗。多劍輝由姨母援引，先係跟住號稱為女馬師曾女小舞黃女俠學習粵劇。黃女俠主要模仿馬師曾嘅生鬼風趣，極具舞台表現力，好可以引得觀眾興趣。但呢並唔係多劍輝中意嘅。多劍輝好似一開始就俾自己定咗位，佢要演嗰啲一舉手一投足都俾人目不轉睛嘅風雅小生，佢覺得係好有款嘅。佢一心要學文戲，唔想喺台子上火急火燒咁樣，所以學到雖然勤力，但都唔係到心。佢又一見到唱文小生嘅前輩，莫名有好感，回頭懷親近，虛心向對方求教，咁完全係發自內心嘅需求，心動都學得開心，進步都就大。佢對當時嘅名小生季明陽好係仰慕，季明陽唱腔扮相都極佳，係當時大紅嘅金牌小生。佢一出場，舞台上隻咁一站，就帶一種講唔出嘅風流。只要係季明陽嘅戲，多劍輝有機會就唔會錯過。佢係一路聽，一路觀察，一路捉摸。雖然唔曾拜季明陽為師，都係一般嘅師傅啦。佢後尾喺舞台上嗰種頭眼就擋唔住嘅風流俊雅，多半都係由季明陽呢度學嚟。黃女俠好睇重任劍輝，冇幾年就栽培佢成咗正印小生。多劍輝已經開始周圍登台，一開始係鄉下，唔多個舞台，但係觀眾多得不得了。佢企喺裹生布嘅舞台上，定住腳步，沉住氣，一字一句淡唱住，眉眼一揀，衣袖一轟，不過係極少嘅細節，但係都引得起台下遠遠近觀眾嘅共鳴。呢一時期，佢同好多名角兒合作，但係最俾佢舒心嘅，定係同白雪仙。對，到嗰陣最重要嘅單嘢，就係白雪仙在任劍輝嘅人生度出現。多劍輝一生未嫁，生前與白雪仙嘅感情深厚，相伴生活。白雪仙初見多劍輝嘅時候，佢先10歲，當時多劍輝已經30歲啦。1956年，白雪仙初擔任正印花旦後，初與多劍輝合作，一個飾演小生，一個飾演花旦，自此開始咗天作之合，堪稱絕襯演出。兩人就埋落咗不解之緣，唔係喺廣劇中合作，喺電影中都有合作，之後更加係共同生活。尤其係喺1969年後，任劍輝與白雪仙一齊告別舞台後，兩人嘅生活便被形容為神仙眷侶嘅生活。所以喺1989年多劍輝過世後，對白雪仙嘅打擊好大，幾度尋求短見，對人生冇任何嘅期望。